好多朋友嚟到英國之後，其實最終嘅目標都係想留低。但係你知唔知道攞永居同埋入籍成為英國公民其實係兩回事嘅？雖然兩者都可以令你無限期咁留喺英國，但係權利同埋限制其實有好大分別。今日我就根據英國政府官方嘅資料，幫大家拆解呢兩者嘅分別，同埋入籍到底有咩具體要求呢？記得睇到最後啊，因為有一個離境限制，如果搞錯咗，你嘅居留權係會失效嘅。以下所有資料都係嚟自英國政府嘅網站，而英國政府係會隨時更新資料嘅。將來所有更改，請按照英國政府網站嘅最新更新為準。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嘅頻道，我會帶俾大家更多有用嘅英國資訊。多謝。首先講下永居先，意思就係你有無限期嘅居留權，以後唔使再申請續簽啦。咁你攞咗永居之後呢，就可以自由喺英國居住啦、工作啦、讀書啦、租屋啦，同埋開銀行戶口。但係呢啲喺我哋 BNO Visa 嘅時候已經可以啦，所以冇任何更改啦。可以使用 NHS 嘅服務啦，而唔使再俾 IHS 費用啦。如果符合資格嘅，仲可以申請政府福利添。但係要留意，永居係有限制嘅。你仲未係英國公民，所以係冇英國護照。一般嚟講 ，BNO Visa 喺 Visa 嘅階段已經可以投票啦。咁去到永居嘅，當然都可以投票啦。而最重要嘅一點係，如果你連續離開英國超過2年，你嘅永居身份係會自動失效嘅，除非你係透過 EU Settlement Scheme 攞到嘅定居身份。咁就有4年至5年嘅緩衝期，陣間我再講下4年至5年嘅緩衝期嘅分別。如果永居失效咗，你想翻嚟英國，就要額外俾多726磅申請 Returning Resident Visa。另外，如果父母已經成功拎咗永居，子女喺英國出世係會自動獲得英籍嘅。好，跟住講下入籍啦。咩係入籍呢？入籍又有咩唔同呢？入籍就係喺法律上邊，你已經正式成為英國人。咁入籍嘅好處咧，包括你可以申請英國護照啦，正式擁有投票權啦。但係投票權我哋喺 BNO Visa 嘅階段已經可以投票啦。永久咁留喺英國啦，就算你之後返香港或者去其他國家住幾耐，你嘅英國公民身份都唔會因為你長期離境而失效嘅。仔女喺英國出世咧，通常都會自動獲得英籍嘅。如果你想由永居升級做公民，就要符合以下嘅條件。第一就係持有永居1年啦，通常你要攞咗永居滿12個月，你先可以申請嘅。不過如果你符合特定嘅條件，例如配偶係英籍，就唔需要等12個月啦，可以喺攞咗永居之後即刻申請入籍。第二，居住時間要求啦，喺申請入籍嗰日之前，你已經喺英國住咗最少5年啦，喺呢5年入邊離開英國唔可以超過450日，而喺申請前嘅最後12個月入邊離境唔可以超過90日。特別留意嘅係喺你申請入籍嗰一日起計嘅5年前嘅同一日，你個人一定要喺英國境內。咁內政部呢就有個例子嘅，咁如果你係2022年6月20號申請入籍。咁但係咧5年前咧，你2017年6月10號至到2017年嘅6月25號都唔喺英國去咗旅行啦。咁呢個情況咧就要等到2022年嘅6月24號。咁點解係6月24號咧？根據呢個例子，6月24號都唔喺英國喎。意思咧可能係因為政府可能會有1日嘅酌情權，但係無論如何，根據呢個例子其實係比較混亂嘅，亦都係比較邊界日期嘅一個做法。我個人認為係比較唔安全嘅做法，所以比較安全同埋實際嘅做法呢，就係申請日5年前嘅同一日喺英國嗰日開始計，就唔好之前嗰日，因為就如果內政部唔俾酌情權你，或者佢揸正嚟做，或者計錯數
點樣，咁就可能唔喺你個入籍啦。所以最安全嘅做法就係完全夠5年，即係話 exactly 你申請嗰一日5年前嘅同一日，你個人一定要喺英國境內。如果再好啲嘅話，可以再等多幾日都唔怕嘅，咁就以防萬一就唔會計錯數啦，唔會去到太邊緣日期啦。而申請入籍你係需要 Life in the UK test 同埋 B1 test， 咁但係因為 Life in the UK test 係終身有效嘅，喺你申請永居嘅時候，你已經遞交咗 Life in the UK test， 你可以用翻同一份 Life in the UK test 去申請入籍。而英文 B1 test 嘅有效期咧，雖然只有2年，但係根據英國政府嘅官方網頁顯示咧，如果你嘅英文成績曾經係攞嚟成功申請永居咧，就算2年有效期已經過咗咧，成績仍然係會被接納嘅，即係話可以用申請永居時所提供嘅英文試嘅成績去申請入籍，而唔使重新再考過。咁一個 Life in the UK test 同埋一個英文試成績就可以申請晒永居同埋入籍啦。第三，個人品格要具備良好人格，而且冇違反任何移民條例啦。第四就係費用啦，而申請入籍嘅費用都唔平，主要分為註冊入籍同埋歸化入籍。而持有 BNO passport holder 註冊入籍嘅費用係1670磅，其中已經包括130磅嘅入籍儀式費。而冇 BNO passport 嘅 dependent 嘅成人歸化入籍咧，費用為1839磅，其中亦都包括130磅嘅入籍儀式費。而18歲以下嘅入籍費用為1000磅，唔需要俾入籍儀式費。但係如果你喺申請嘅過程年滿18歲，你就要補翻130磅嘅入籍儀式費。為咗方便大家理解，我將以上嘅所有內容整理好成一個表格，將所有嘅重點分門別類咁顯示出嚟，令到大家更容易睇到永居同入籍嘅分別。喺核心定義方面，永居係無限期居留權啦，無需再續簽。入籍咧就係法律上已經成為正式嘅英國公民啦。喺護照同埋身份方面，永居咧就係不持有英國護照嘅，亦都唔係英國公民。喺入籍之前，你仍然係外國人。入咗籍之後咧，可以申請英國護照。喺居住同埋工作權，永居咧可以自由居住、工作、讀書同埋租屋。但係我哋喺 BNO Visa 嘅時候已經可以啦。喺入咗籍之後咧，可以永久喺英國居住，冇任何限制。喺福利同醫療方面，可以使用 NHS， 而無需再俾 IHS 嘅費用啦。而符合資格嘅可以申請福利。而入咗籍之後咧，就享有公民所有嘅權利同埋福利。喺投票權方面， BNO Visa 取得嘅永居咧係可以投票嘅，呢個我哋喺 BNO Visa 嘅時候已經可以投票啦。而入咗籍之後咧，當然有完整嘅投票權啦。喺離境限制方面，永居咧係有失效嘅風險嘅。咁佢呢度咧就分咗3類人士啊。第一類係一般 visa 啦，即係唔係透過 EU Settlement Scheme 嘅人去申請嘅 visa， 包括 BNO Visa 啦。呢啲 visa 咧連續離境咧，如果超過咗2年咧就失效啦。第二類係透過 EU Settlement Scheme 嘅 EU 國家申請永居，連續離境唔可以超過5年。第三類就係透過 EU Settlement Scheme 取得永居嘅瑞士公民或者家屬，咁你唔可以離境超過4年啦。咁如果你連續離境嘅日數已經超過頭先所講嘅年期，而導致你嘅永居自動失效咧，失效之後咧，你係需要重新申請 Returning Resident Visa， 申請費用為726磅。而申請之後咧，可以重新取得永居身份嘅。而入咗籍之後咧，就唔會失效嘅，就唔會因為你長期離境而失去公民身份嘅。喺子女國籍方面，無論你係永居身份定係入籍身份，子女喺英國出世都會自動獲得英籍嘅。要入籍成為英國公民咧，必須符合以下條件啦。第一，身份基礎。
你必須持有永居身份先。申請入籍之前呢，你要取得最少滿12個月嘅永居啦。如果你個配偶係英國公民，你就可以取得永居後即刻就申請入籍，就唔使等12個月啦。喺居留時間同埋離境限制呢，居留年數申請入籍前喺英國至少住咗5年，而呢5年內嘅離境日數呢，係唔可以超過450日嘅，而最後1年離境嘅日數呢，喺申請日前12個月之內唔可以離開超過90日，而關鍵日期呢，你必須要係入紙申請永居當日5年前嘅同一日，你個人呢係要喺英國境內。Life in the UK Test 同埋 B1 英文試都可以用翻申請永居嗰陣時相同嘅成績去申請入籍，唔需要重新再考過。個人品格同埋意向呢，你要有良好嘅品格啦，必須符合相關嘅品格指引啦，而且冇違反英國嘅移民法，例如非法居留等。而你必須呢係要令到內政部呢睇到你有長期居住喺英國嘅意向嘅。而入籍途徑同埋費用呢，喺入籍途徑呢就有2種方式可以入籍嘅。第一種呢就係註冊入籍，第二種就係歸化入籍。咁註冊入籍呢就啱兩類人嘅。第一種呢就係18歲以上有英國國籍但未成為英國公民嘅人，例如 BNO Passport 嘅 holder 啦，BNO Visa 嘅駐申請人啦，即係 BNO Passport holder 啦。咁註冊入籍嘅費用呢係1670鎊，而其中呢已經包括咗130鎊嘅入籍儀式費㗎啦。第二種人就係18歲以下嘅人士，包括喺英國出世非英籍人士，而佢哋註冊入籍嘅費用呢就係1000鎊，無需俾呢個入籍儀式費用嘅。但係如果你喺申請嘅過程中到咗18歲，你就要補交翻130鎊嘅入籍儀式費用。而歸化入籍呢，就係適用於年滿18歲嘅非英籍人士，費用呢就係1839鎊，已經包含咗130鎊嘅入籍儀式費用㗎啦。例如就係適合 BNO Visa 嘅成人 dependent 啦。最後睇埋入咗籍之後申請英國護照嘅相關費用。16歲或以上申請34頁嘅英國護照，喺online 申請係102鎊，紙本申請係115鎊半。16歲以上申請54頁嘅英國 passport 就係 online 申請116鎊，紙本申請係129鎊半。16歲以下嘅兒童申請34頁嘅英國護照 online 申請係66鎊半，紙本申請係80鎊。16歲以下申請54頁嘅英國護照 online 申請係80鎊半，紙本申請係94鎊。而喺1929年9月2號或者之前出生嘅人呢，無論喺 online 申請定係紙本申請都係免費嘅。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或者覺得呢條影片幫到你，歡迎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條片見，拜拜。